67歲嘅保安陳生申請咗一人公屋2年，做緊最基層嘅工種，但入息一直喺申請上限徘徊，更加一度超額。又有啲事放下假，咪人工嗰度低咗，咪先至夠資格咯。即係要逼住你申請嗰時咧，就要俾佢睇到嗰個6個月嘅收入都唔超過咗，先至可以接納你嗰個申請。房委會建議下年度公屋入息限額按家庭人數提高0.2%至2.5%。以陳生呢一類一人申請，新入息上限13,090蚊，加咗150蚊。佢話自己租緊嘅劏房租金已經用咗1/3，成4,000蚊計埋啲水電啊、交租嗰度啊，早午晚3餐坐底都600-700蚊啦，即係清潔啊，同埋你保安都係最低工資都有好多都超過45-48蚊噶啦，咁而根本佢都追唔上你申請公屋嗰個限額。你出面租屋咁艱難，你而家逼住都要租咧，又申請唔到，咁咪即係兩頭唔到岸啦。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話，入息限額嘅計算機制，人工只係一部分，亦會考慮住屋開支變化。未必係完全係可以做一個蘋果對蘋果咁樣去做，所以我而家呢個機制或者而家呢個方程式咧，都係可以有效地反映到相關嘅一個即係我哋叫住屋上面嘅成本嘅負擔啦，同埋亦都兼顧埋我除咗住屋之外，都仲會有其他嘅一啲非住屋開支嘛。咁佢裏邊都有部分係會包括根據嗰個入息嘅因素，或者係用個通脹因素去計算啲非住屋開支。我相信係比淨係以一個即係入息嘅水平去計咧，係會全面。佢又話明白一人申請者入息較為波動，容易超額，認為當公屋供應再多啲嘅時候，可以研究針對呢類申請調整入息上限，以至輪候計分制嘅安排。有線新聞，黃展熙報導。的士車隊預計最快月底投入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車隊可以加收預約費，或者係經乘客協議包車收費，但係同時會監管，確保收費唔會定得太高，亦都要求車隊監察服務質素。張俊熙報導。5支的士車隊日前亮相，各自都提供唔同增值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的士車隊有別於以往紅藍綠的，希望車隊各自創造品牌，諗辦法為唔同客群提供高質素嘅服務，會要求車隊監察服務質素。咁而家呢啲車隊呢，我哋其實喺個牌照度都規定，佢哋係需要設立一個網約平台，而裏邊呢亦都係需要個乘客呢係可以呢做翻一個回饋嘅意見，為個司機打分。咁我哋亦都呢係需要個車隊嘅管理人呢去一路睇住呢啲嘅乘客嘅一啲嘅意見，佢自己亦都要去監察翻嗰個司機個表現嘅。陳美寶話：的士車隊接街客需要按照法例29蚊起表收費，車隊可以加收預約費，或者以包車嘅形式定價收費，不過要經乘客同意。強調提供彈性，同時會有監管，確保車隊收費唔會任意咁定得過高。如果定低過一個係即係咪標嘅收費又得唔得咧？嗱，我諗呢一個呢，我哋就要小心啦，因為佢哋呢就都要睇翻佢哋整體嗰個生意同埋個市場嘅供應啦。咁最緊要呢，就係佢哋要同個乘客，大家雙方呢要作出一個清楚嘅協議，而呢個呢係要雙方同意先至可以。咁我諗而家呢，我哋都期望啦，車隊當佢哋去陸續落地推出嘅時候呢，佢哋都希望我喺個平台嗰度呢，清楚定明佢嗰個收費嘅一個嘅政策同埋嗰個安排，俾乘客清楚啦。我諗呢樣最緊要㗎。陳美寶又話，運輸署已經喺多個地方，包括係機場同埋高鐵站等，預留停車位置俾的士車隊上客，亦都會向旅客加強宣傳，又鼓勵多啲的士司機加入車隊。除咗受聘於車隊，又舉例可以以自由身協議嘅方式加入，期望的士業嘅心態、思路同埋服務模式都可以追上時代。有線新聞張俊熙報導。啟德體藝館舉行嘅世界格蘭披治桌球大獎賽，羅拔臣奪得冠軍，決賽10-0大勝冰咸。世界排名19嘅羅拔臣鬥排名23嘅冰咸，狀態大勇。19局10勝嘅決賽，完全控制戰況。羅拔臣頭4局都打出1Q 50度以上，包括係第2局嘅1Q 104度。
兵咸埋台嘅時間唔多，終於有機會搶翻一局，但係第8局領先到63-1嘅時候，打失紅波斷纜。羅拔臣再上場，清台贏67-63，局數拋離8-0。休息過後，第2節都係羅拔臣嘅天下，打完台上面剩翻嘅顏色波，再下一城，狂風掃落葉，羅拔臣再贏69-27，連贏10局，生涯第25次奪得排名賽冠軍。利高爾夫香港站，西班牙嘅加西亞奪得冠軍。賽前並列領先嘅加西亞，最後一個回合手感唔錯，第3洞就遠距離推入，做出低2桿嘅綠鷹。呢位45歲西班牙球手，希望表現能夠吸引萊德杯歐洲隊隊長嘅注意，揀佢入隊。冇超標之下，仲有5次低1桿嘅小鳥，以低7桿嘅63完成，總成績低18桿，以3桿嘅優勢，第2次捧走分站錦標，同時協助所屬嘅隊伍連贏2站團體賽冠軍。意甲 AC 米蘭作客3-2反勝萊切。林佩文報導。白衫 AC 米蘭一開波就反客為主，迪奧香南迪斯橫傳基文尼斯，踢咗唔夠50秒就將個波送入網，不過就空歡喜一場，越位在先。